乡亲啊，你有去听无无？根据农业部委托台湾经济研究院所做的调查，讲到2027年进前，台湾民众饲宠物的数量将会超过囡仔的总数。所饲的宠物，唔那是鸟甲狗尔，有愈来愈侪人饲鸟啊、饲兔啊、饲鸟鼠啊、饲两栖白糖类，就从艋舺内底才会出现的动物，即马拢可能变做厝内底一份子。主人开大条钱，甲一寡特殊的宠物当做囡仔来饲，也毋过伫咧食食起居、环境布置、甲医疗的照护方面，恐惊无像饲猫狗遐尔单纯。到底这特殊宠物是毋是适合饲伫咧厝？饲宠物的背后，佫有啥物款的温优呢？来看采访小组的追踪报道。我们以前都养一些特殊宠物吧，养了后就回不去了。我们没有小孩啊，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的小孩啦。我觉得养宠物的人至少都不会得忧郁症啊，因为你真心没有时间乱想。它其实不逊于猫猫狗狗带给你的快乐，付出多少在它身上，它也会同等的爱，它眼里就是只有你。欢迎欢迎！人客打一盆，逐日前小酒盆，这间的猫猫突然旺，甲人真无共款。这是我们的家，也是我们的小小动物园的小小客厅，小小羊驼 Sugar， 然后这是小小羊驼 Tender 啊，我们有2只羊驼，1只科尔鸭，8只猫咪，然后3只狗。2只鹦鹉。什么宠物照顾，就亲像细间的动物园，不过主人年纪他厝内上显白的个人嘛是因。Tender 比较活泼一点点，看到人类状会很主动的去干嘛干嘛这样，你是新来的这样，他就是一个公关经理。Sugar 的个性，他以前很傻很可爱，他现在长大就是自以为他是个公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就会一不爽他就直接吐你。结果袂合着翡翠花是香桃的特色，不过就算是真有个性型，果水外表同款，互真侪人是看甲心花开。讲 Tender 和 Sugar 是人气小网红，讲重遐，卖种团已经要300人对冲。北众大家拢想要看高水影片，上千斤的主人妈妈，当然嘛常常看到心情真好。生意上的事情，我回到家，这气到要死。但你一回到家，那件事情会，那个人那个邪恶的事情跟邪恶的脸会立刻瞬间挥发，瞬间我一进门，真的瞬间你都不会再想这件事情了，很奇妙。你也不用跟家人说，我今天遇到一件事情，不用了，因为这件事情不存在了。而且，明天你再去工作的时候，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邪恶的人跟这个邪恶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有另外一件事情，你会有另外一个角度了，因为昨天你没有被卡在他的陷害里，你是一个全新的自己。有互人力量的神奇模特，不过当时则看起来不害高水宝贝，嘛可能伫咧恁的身上留下真深的印记。想要出入羊驼，除了要先征询主人的同意之外最好也不要主动的伸手，避免它们紧张。最重要的是，羊驼腰部以下的部位不要随便触摸，否则很可能就会被它们攻击。你们自己有被踢过吗？踢过啊，我亲啊，就一腿，然后晚上看那个就亲那么大一块啊！你要他做他不要做的事，他现在并不想走去那个位置，你偏要把他带到那个位置，这样就是不对了，他就会吐我或踢我。生活中爱洗礼红踏一脚，想要带这2只体重70公斤重的羊驼放一个天，嘛是大考验。来咯来咯！
有一次我们去外面散步，刚好有一台货车急速而过，太大声了。草食兽很容易因为瞬间的环境的变化或者声音，他们会瞬间的惊吓。他们两个同时间做这件事情，就弹跳了起来，飞走。那我牵绳，你看我是非常的专业牵羊人，牵绳是捆在我手腕上的，一抱走我就整个人这样，然后扑倒在地上，然后被拖行50-60公尺。我不能放啊！我很想放掉，我脚很痛，你知道，拖着我的膝盖都全破了。不过含杨队日常照顾比平，受伤其实无算啥。我们现在要帮他们准备什么？点心胡萝卜。不要激动。这个是胡萝卜，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吃苹果，但是为了他们的健康，我们不要吃太多。世界摕到食材也算真好处理，不过上好主人烦恼的是，杨德一定爱食主食。食物的取得很困难，比如说它那个木苏粒，你知道它是40公斤的水泥袋，去哪买？那是给我们台湾的农场里面的牛羊吃的，我们又没有那种联系，所以还要找问朋友有没有认识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找到了卖木塑的工厂。他不卖给我们，人家是卖卡车的，还要透过关系，反正拜托这样子。田野卖草也是要去跟农场的人交关，有没有？想办法。然后包括他们的零食、桑叶，我们要自己去采。和杨德食饱饱，刷落来当然爱准备好素食便所。羊驼是天生定点上厕所，无论如何不用教它。它就是一定在固定的地方上大小便，所以它就会在这里，它也不会去那里，它也不会去那里，它就会在这里，所以久而久之就不会长草。后面也有的那个草皮有一圈就是不长草，就是他们的厕所，家里面也有一个他们的厕所。食个饭，准备周全，清清气气好欣赏，迈克主行骨力维持。一定要2个礼拜洗一次，因为他们就会产生一个羊肉炉的味道。如果你的周末真的没有任何计划，你就来洗个羊驼呗，因为8小时就过了，中午洗到8点。不过真正的大魔王是这个，你看羊就是那么倔强，所以我又为他们买了一台保姆车，那车整个拆掉，后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他们的空间，带出去很麻烦，钱就算了，而且你要看那个门诊不是每天有。假设他礼拜1急诊，他要干嘛了？然后台大礼拜1没有大动物，你怎么办？你要去哪里？就算真杨德看起来真麻烦，不过年纪大嘛是真甘宽。值得，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你至少我觉得养宠物的人至少都不会得忧郁症啊。我们没有小孩啊，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的小孩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对，反过来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他们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小孩。恐怖就是囡仔是即马真侪主人的共同心声。这一只呢，就是我们家的宝贝丫丫 Q 仔，然后他是小男生，今年已经2岁半了，然后他是花色科尔鸭。电锅嘴就是传统，阿米亚 Q 仔是阿介细只目红，最近甚至测大根琴。它其实不逊于猫猫狗狗带给你的快乐，它对你的爱是有回馈的，就是你付出多少在它身上，它也会同等的爱，它眼里就是只有你。Q 仔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，他就是真的就是可爱而已。对，就是他的可爱。跟着你，然后日常的疗愈你的，可能下班回家闷啊，或者怎么样，看到他呆呆，你就觉得哦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其实养它的费用就是取决于你要多么宠爱它。你如果只是让它就是一般活得一般普通的话，其实1-2千块1个月搞定没问题。当然，你如果是想要让它可爱啊，然后装扮它啊，或者是想要让它吃的不一样啊，有营养什么之类的话，那就是要花更多的费用。Daddy 不见了，快跑！
和其他宠物比，饲口阿比亚其实无讲开真济，真正伤神的恐惊是这。最容易被劝退的，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大小便的问题，因为它真的没有办法像狗狗或者是说猫猫，它们可以就是训练。它是真的没有，它走到哪里就拉到哪。柯尔鸭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小叫鸭。公鸭的话，其实它真的不太会叫；母的话是真的，它的那个声音是真的穿透力蛮强的，那有可能就是会吵到邻居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嘿嘿，转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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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棒啊！去予以上咱地之歌，通的归起，毛真济剧歌人会惊。你如果不敢接触虫的话，那可能它的食物种类就会比较少样。一开始就是用小镊子夹，然后后来发现没关系，它活虫跟虫干它都爱，那就虫干就好了。因为活虫你还要养那个活虫，对，你可能要趁它新鲜的时候赶快喂它吃。同款需要烦恼要如何饲糖料理的个狐狸雕的出行。然后我一开始也会怕我一开始也觉得很恶，但是就养久了就不怕了，就当做是他们的食物。然后还有面包虫跟大麦虫都是一点点。OK， 我再夹个蟑螂好了。好，吃饭喽。我们现在养2只，然后它是养了2年多一点，然后另外一只是养了1年多一点。就是只有冬天会看得到啊，怎么可以养这样？然后跟着他去看了后发现。真的是蛮可爱的，然后想说，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都养一些特殊宠物吧，不差这一只啊，然后就看一看，可以试看看，然后养了后就回不去了。感觉狐狸雕真可水，主人会白糖腿、跳级狗、超级特殊宠物，心地之歌，费用嘛真惊人。来穿衣服。买衣服配件的钱可能花了很多，然后食物费其实也蛮高的，然后1个月可能大概4000到5000，对，就看当月买什么，因为我们都是喂虫，然后也不是只有1种，就是可能有5、6种，然后7种这样去混着让他们吃，其实蛮贵的，就是他一次检查或是一次可能打针啊、预防针这些都是1000以上这样，甚至万。来。那看这个费用，想要找到会让看狐狸雕的小便鱼，无亲像一般宠物这么简单。要么就是我们去台中找医生，或者是医生有来高雄的时候，我们去看医生。要找他就是会看的这种动物，然后再来还要是你自己信任的医生。特殊宠物落在上神，这几年所有愈来愈多民众心甘情愿投入。上准的就是特殊宠物迄特别的秘密。不过想要饲进前，得斟酌想过，好好评估家己的状况。困扰就是可能要出国啊、出远门的时候，你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了解它的习性之后，你可以接受说它没有办法控制大小便，它可能到哪边你就要插到哪边。它的生命其实很脆弱，其实你要接受，对，就是要真的很细心的照顾它。它占领你很多空间、跟时间、跟心力，你真心没有办法做自己。我们像已经有一点环境、有一点点时间的人养，都有一点吃力。1万到1万5的食物，那你就看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，剪个牙齿8000啊，做个血检4、5千啊，就是看你要不要看医生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特殊宠物进口的这么多，我们随便盘点就上百种了。那你的环境？以台湾现行法规来讲，养得科阿比亚狐狸雕，才无算是保育类的动物，其并不违法。不过市场继续普通，除了科阿比亚万外块买一条，养得狐狸雕可能拢要开几20万。加上即马也无特殊宠物的相关规范，或者嘛烦恼有的恐惊并不适合饲。以很流行的苏卡达陆龟来讲好了，因为苏卡达陆龟在商家卖可能一直都这么大。对啊，那可是它可以在3年之内到这么大，对，那个是60、70岁以上的生物嘛，所以它可以到更大。那以台湾的居住环境来讲的话，一般人到底能不能养一个这么大、活动力这么大的陆龟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那更不用说还有像亚达伯拉象龟，那个大起来到这么大，动物福利可能要特别的去斟酌一下啊，到底未来适不适合让人人都可以养，或者是能不能适不适合让它在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便宜，大家都很容易入手。应该相关的饲养指南要开始建立起来，然后
政府要很清楚知道说，我们国内到底现在有哪些特殊宠物在这边，有哪些种类，然后这些种类到底是不是全部都很适合我们的国家的环境。根据农业部委托台湾经济研究院调查，预计2007年前，台湾民众饲宠物的数量，可能猫仔狗仔就新增要400万只，就会超过囡仔的总数。随特殊宠物现象，对老主人爱负起责任，袂当黑白甲伊放杀。这件相关法规嘛会对着天，避免鼓吹宠物的风潮，将规划当作失控的绝宠风暴。